继续来讲，台湾女性的性自主权是毋是要受到重视呢？咱的法律对保护女性受性侵害甲性骚扰的防治法，但是拢快伤轻，而且真歹认定。让世界各国早就已经制定反群众法，对女性弱势保护是真值得咱来做参考。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全部都是陌生男生的环境里。如果有一台电梯全部都是男生，我也不敢走进去。性霸凌比较恐怖的事情是会连女生一起霸凌你，就算是现在，还是很多人会跟你说，那就是你自己穿太少。15迄当开始，黑帮和这位歌星的马道人生完全无同的色彩。像伊同款，因为歌星迄就是清差，遭受异性骚扰、侮辱，是真侪女性至少拢曾经捌有过经验。你把他当很好的朋友，可他可能只是在跟他的男生朋友打赌，谁可以比较快跟你发生关系？他们就会觉得穿这样子的人一定就是没有贞操的人，然后等于你怎么可以拒绝他？近代性自主争议登上新闻版面，上为人熟知的就是慰安妇事件。迄行动一个时代印记，真正刻画着女性伤痕。迄边啊坐伫来，我要惊死，走去买迄便所，我想讲，不如死死的较得啦。19岁时被逼成做慰安妇，小兔阿嬷开启一段流离失所、惨痛人生。控制期间被士兵凌迟虐待，最后行上绝路。迄洗便所迄消毒水的，关起来关咧，关半关落去就误去啊。女性的身躯沦为士兵发射的工具，阿嬷凭着记忆，用彩色笔画出痛痛的部位，一笔一画，拢是心中一世人的痛。他们都是把这些他们的过往的这样的经历是埋在心里，不敢告诉大家，因为它成了就是说可能是家族的羞辱，或者是自己的羞辱。经过几啊冬啊，女性敢真正有得到应该有的尊重咧？咱的法律又可达到偌济保护作用？检察官出现失误，又没有上诉，无罪定验。企图迷婚再性侵，2审轻判1年，减刑半年，还可以亦可罚金。性侵案一件过一件，真侪人认为甲判刑相近有关系。根据地检署统计，将近10宗性侵害案件判决无罪，18915人当中，轻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是占25.9%，在所有刑期中占比上悬。台湾对着性骚扰防治，在法规上有3个领域，包括性别工作平等法、性别平等教育法以及性骚扰防治法，拢只有规范。言语，或者是肢体侵犯行为，刑法221条将性侵定义做违反当事人意愿，其实真容易造成模糊地带。如果已经喝醉酒，就是无法表达意愿了，他被性侵，那这样他到底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？他要证明就是当事人他有积极取得他的同意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，德国跟北欧的一些法令已经是往这个部分的修法。妨碍世界各国，美国在1993年就制定反kin踪法模范法典，澳洲1995年制定反kin踪法法案，英国甲日本随后嘛拢跟进，修订严格谨慎的性骚扰保护法案。要来看台湾法规的制定流于形式，违反性自主的罪责认定嘛相对模糊，对尊重女性捍卫性自主，要一条真长的路。